Nike 出咗件 T-shirt 寫咗澳門嘅地理位置，但係兩個都係 N 嘅，應該一個係東緯線，一個係北緯線。我都 Google 一下，大家覺得 Nike 係整錯咗啊，定係特登嘅呢？莫非另一個 N 係代表 Nike？ 大家有答案嘅喺留言區度覆下我，又或者咧 send 翻條片俾 Nike， 等佢有官方答案。Nike 咧出咗咧澳門嘅限定版 T-shirt， 加入咗咧澳門嘅特色元素、文字等等，名為咧魅力澳門 Timeless Charm。嗱，有澳門嘅地圖啦，澳門大三巴，加埋 Nike 嘅字眼 Just Do It， 有我哋澳門嘅中葡街牌同埋特色蛋撻。最後咧我係揀咗呢一款，不過咧就黑色。未完㗎，咁你咧一件 T-shirt 之外咧，你仲可以加入一啲特別嘅黏貼，咁佢就會幫你做燙畫咧，燙上去，形成一件咧獨一無二嘅澳門手信。咁你就可以喺度揀嘅，你可以揀一件白色嘅 T-shirt， 然之後再加呢啲唔同嘅元素上去。每一個嘅燙畫咧要俾多50蚊，其實我都覺得係價廉嘅，都 OK 嘅。但係佢本身自己 Nike 嗰件 T-shirt 都唔平嘅，可能都要300幾蚊。總之你想燙落邊件衫度都得，就50蚊一個。咁因為我朋友就中意打籃球啦，咁我就加咗個籃球嘅呢個黏貼嘅新款嘅燙畫。咁我就諗緊，咦，其實佢上邊又得，下邊又得，咁最後就玩咗嗰個 logo 都搞咗好耐。究竟你想放上邊啦，放下邊啦？咁呢個職員咧真係好有耐性嘅。佢話呢一個產品都好多人買，所以咧佢成朝都冇停過，不停咧就係做呢個燙畫。咁我覺得作為買手信，我覺得呢一個係幾有特色嘅喎。嗱 Nike 衫又一定着得翻，然之後又獨一無二，同埋你再加上有自己嘅元素擺落去啊嘛。我做完之後覺得非常滿意。然之後呢一啲咧燙畫又有大啦、細啦、中啦，你中意擺後邊又得，前邊又得。完咗打卡咧，仲送一個 Nike Macau 嘅鎖匙扣，好有特色，出邊一定冇得賣。佢個位置咧就喺板樟堂，即係咧我哋呢啲老街坊澳門咧就係以前聖安娜個鋪咯。而家搖身一變咧，已經變成一個3層高嘅 Nike 嘅旗艦店。澳門咧有好多間 Nike， 但係得呢一間 Nike 咧係有得做呢一個燙畫特色服務嘅啫。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去錯。我欣賞啲商家咧，為咗賺錢咧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但係亦都發揮得創意。咁作為消費者俾錢都俾得心甘樂意啊嘛！大家望下呢一粒粒嘢係咩嚟嘅？原來係穿個鞋帶頭嘅。哇！咁你又可以令到對鞋咧好有即係唔同顏色，好 colourful。送禮物簡直一流啊！因為時時都諗緊送咩禮物俾男仔好咧。好啦，我哋講翻啲掛件同埋嗰啲燙畫先。咁佢就有分大啦、細啦。你望下個葡撻中間有一剔嘅，真係好有設計。然之後呢個麥卡咧又加咗咧個剔咧有啲葡國磚嘅元素。中有條片就 like、share 同埋 follow 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